想唔想知道你嘅觀察力有幾強呢？試下細心觀察以下嘅圖片，然後睇下可唔可以答中以下10條問題啊！而家開始啦！蛋糕上面嘅數字係乜嘢顏色呢？淺藍色。以上邊張圖係曾經出現過嘅呢？答案係1。圖中有冇出現過負呢？冇出現過負。以上邊張圖係曾經出現過嘅呢？答案係1。粒衫上印咗乜嘢甜品呢？馬卡龍同埋紙杯蛋糕。以上邊張圖係曾經出現過嘅呢？答案係1。蛋糕上邊有幾多支蠟燭？有6支蠟燭。以上邊張圖係曾經出現過嘅呢？答案係2。牆上面掛咗幾多幅畫呢？牆上掛咗4幅畫。以上邊張圖係曾經出現過嘅呢？答案係2。你答中幾題呢？請留言話俾我知啊！多謝晒。